台湾伫2025年会进入到超高龄社会，关键医家体育会、英明之家，也有日本企业合作，透过一个照护资料系统库来结合着关键医的 AI 人工智慧运算分析，希望会当发展出照顾时段会当来参考的大数据系统。无论是照护机器人，还是透过科技了解时大人的健康状况。工研院这几年来，透过 AI 人工智慧创新长照服务，今年搁参日本甲国内长照业者合作，利用大数据的概念，甲时大平常时的身体状况数据化。我们农家当做这些厂商的平台跟验证的场域的时候，它的资料库可以连接到我们所有农种的资料库，对于我们台湾社会有一个长照有一点的贡献。很重要的是让长者自己知道自己的数据是在什么位阶，是正向的还是下跌的。好，他该做什么，该吃什么，该穿什么，该跟谁活动，该什么，会变成一个很好的全民照护网。另外，有合作的长照业者表示，利用日本公司所提供超过2000万笔医疗保健资料，电脑就亲像治疗师的助理，提供袂少的宝贵数据资料。望未来照护工作会当更加方便。有一套数据的演算，能够针对不同长辈的身体机能，提供一个属于他个别化的健康促进的运动或是一个导引。我相信对长辈在赋能上能够做到的效果，一定是比较好的。台日双方的合作，主要是借日本所提供的资料库。结合工研的 AI 智慧科技，希望台湾面对未来超高龄社会长照问题，提早做准备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